係各位朋友，咁就今日講一講港股啦嚇，咁就港股呢排就比較積弱啲啊，咁就自從喺今年年初接近28000之後咧，就調整咗一次，調整到4月咧就24000到啦，24000幾，跟住4到5月咧又升翻少少，到5月中咧26700啦，咁而家26700度咧就調整到22800，即係由5月中嘅高位跌咗大概4000點啊。咁個原因咧就即係其實基本上第一即係香港經濟面冇乜特別大問題啦嚇，即係個經濟增長個樣都幾好。咁但係而家恒生指數好多都唔係話香港嘅股票啊，咁但係國內經濟都唔係話特別大嘅問題啊。主要而家嘅資金咧可能係集中，大家睇過即係硬件嘅科技股啊，譬如韓國咁啊，呢排就即係上半年升得比較多啦，韓國啊，即係南韓啦，咁又日本啦、台灣啦，咁所以大家個眼球咧去咗個即係科技股嗰度。咁另外就係即係可能國內都比較嚴打，即係嚟香港開戶買股票嘅啲人士啦，咁所以呢都反映咗嘅。咁反映晒未咧嚇？咁如果你睇翻即係今日純粹從嗰個技術分析層面去睇啦嚇，咁我哋睇即係港股從2026年5月中到積弱之後咧，有幾次反彈。而家如果純粹睇嗰個技術指標都係比較弱啲嘅，都係比較弱啲。咁你因為你個平均線都係向下啦嚇，而價格都係向下，即係如果你想睇整體嘅，而家都係一個比較積弱嘅點啦。咁 RSI 都係跌穿30啦、29啦，MACD 都係向下。咁但係成交係高嘅，成交呢排都唔係特別低嘅。咁有冇啲跡象去嗰個跌幅即係收窄或者可能係穩定咧？其實如果睇翻啲比較更加領先嘅指標咧，有啲指標都反映咗佢係嗰個跌幅慢慢收窄或者穩定㗎。嗱，譬如即使睇 RSI 咧，其實而家都係由最低反彈咗少少啊，即係由最低位嗰陣時去翻大概而家接近30呢啲位啦。咁就 MACD 個陰影咧，慢慢都可能收窄由負嗰度。咁另外就係比較明顯就係個 stochastic， 其實 stochastic 係一個比較領先啲嘅指標，比 RSI 仲領先啲嘅。咁佢而家其實就個 K 線咧，慢慢就由下邊咧就升翻上 D 線啊。咁呢個係一個穩定嘅一個即係信號嚟嘅。咁當然即係會唔會話真係好領先咧？你要睇翻其他，即係如果想穩陣啲嘅話咧，就要等翻其他嗰啲指標都配合佢。除咗呢個 stochastic，你見到穩定之後咧，你要睇埋 RSI。咁 RSI 冇咁快穩定嘅，除非 RSI 而家由譬如30、29幾啦，而家可能即刻譬如上翻咗40，即係好明顯一個趨勢嘅調轉啊。咁另外就係即係嗰個 MACD，你啲陰影去翻正啦。咁可能如果你想睇其他嗰兩個指標反彈少少咧，可能都要等多譬如2個禮拜到。咁但係如果純粹睇嗰個陰陽燭圖咧，個陰陽燭圖有啲似出現咗咩？出現一個Morning Star 即係早晨之星，即係有一個本來係黑色向下嘅跟住就再有一個最低點啦，然後就反彈翻有個白色嘅向翻上，有啲似呢一個即係可能捉到低位。咁係咪捉到低位反彈定係短期嘅調整咧？就要再睇翻幾個指標啦，嗰個影響。咁但係你睇翻大家對翻個基本因素咧，香港經濟唔係話特別差，而家22000。咁你睇翻22000，其實再睇翻之前幾時係22000，因為22000都係一年嘅低位嘅咯喎。我哋一年嘅經濟其實唔係話差嘅。咁如果你話22000對翻幾時，你應該對翻舊年嘅，我諗呢度應該係5、6月到啦，係啦，即係舊年5、6月到啦。舊年6月係即係其實舊年樓價係3、4月開始慢慢反彈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低點咧，就睇翻舊年5、6月。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同香港經濟面睇咧，舊年5、6月到而家，其實樓價都升咗成10幾個 percent 啦嚇。咁就成交都好咗，咁經濟都有增長嚇。咁所以純粹從經濟面咧，呢度應該冇乜特別大問題㗎，亦都唔會話好似之前 Covid 嗰陣時個恐慌去翻萬零點啊。
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就短期之內應該就有少少穩定翻㗎啦，即係再大幅向下機會，除非即係美股啊或者外圍有啲大冧有啲震盪。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個應該大概反映咗咧，即係第一嚇，即係香港冇乜硬件嘅 AI 股啊，呢個弱點啦。第二就係就可能有一啲資金，內地資金咧從股市流走呢個即係呢個 volume 啊。咁當然呢個就係畀大家即係參考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想去投資嘅話，就記得自己再做多啲功課啦。